最近高雄的黄石阿比亚真青，请真侪观光客，嘛已经累积超过700万人次参观。也毋过今仔中昼，因为高雄的风上头，个黄石阿比亚煞小风去。 今天稍早，高雄的这个苓雅地区还有盐城地区一度的风力高达6级，也是接近所谓的轻度台风的等级。那我们可爱的黄色小鸭一度也遭受这个强风侵袭，那导致呢这个下面的这个定锚脱落，导致这个电力装置有受到影响。那目前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在检修当中，那小鸭目前也已经恢复大概70%的状态。 今仔因为高雄透超过6级的风哦，出海口的风直接灌入来，阿比亚若稍微嘛影响到灌风的设备，所以阿比亚就豆豆啊小风去。目前工作人员等个修理，希望当赶紧来恢复，互黄石阿比亚的风哦赶紧灌好吧。高雄市观光局嘛呼吁讲，为着确保现场作业甲游客安全，附近的船只最近哦就唔通挖紧。